是赵府荣关园里的云翠庵。是，所以奴才才没拦着他。要查清楚，查查陈儿跟这个祁煜住持究竟是何关系。奴才也是这么想的。停！你们两个跟我进去看看。好，这位客官来了。我要见贵镖局的胡掌门。哦，来找胡掌门。哎，掌门，这位客官要见在下。叨扰了，是贝勒爷让我来的。哎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哟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给您请安了。王爷有命，今日小爷这里由咱们镖局接手了，诸位都回去歇着吧。啊，这感情好啊！不过王爷的敕命是让我们待在王府里呢，还是回各自的镖局啊？自是回你们各自的镖局。王爷何时再召唤你们，听我的信儿就是。嗨，好嘞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你们都在这守着。是。小爷，我传唤你来2件事。今晚你要护着我和少福进出府，然后集结你镖局的人马，跟我去劫大理寺的昭玉。劫狱？兵贵神速，事不宜迟。咱们这就走。小爷，怎么这么大的事儿，是否应该禀报王爷？一定要有我阿玛下的敕令不可吗？难道说本贝勒就指挥不动你？卑职不敢。你给我听清楚，劫狱只要劫一个人，赵府的赵宝琴。是。让咱们的人不可露出行藏，其他的事情晚上我再跟你讲。嘿，胡掌门，王爷有请。请。陈儿要你做什么？这有什么话尽管说，不要害怕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皇府辖下的镖局归琛儿管，可琛儿是本王的儿子，他归我管。说吧。是。小爷和少福晋今晚要出府，他要卑职带上人马，跟他去劫狱。劫狱？他要把关押在大理寺昭狱的秦二爷救出来。王爷，琛儿近来做事越发出乎人的意料。不过这件事他即使没有提前请示我，想必自有他的道理。胡一刀，琛儿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不过你记住了，今后再有这样的事，一定要事先禀报，不可怠慢。遵命。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琛儿要给我摊牌了。这个琛儿恐怕不是王爷亲生的那个小爷。你终于看出来了。奴才愚钝，若非小爷最近屡屡进宫，奴才的二弟一再向我警示，奴才也看不出来。皇上这盘棋下得深呐。不过也难怪他。
当年他父皇说，本王也有继承大统的资格。这话一说出口，他就已经开始布局了。王爷，其实您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布局了吧？让奴才的二弟进到宝琴王府里，还真是难为他了。那么大岁数还净身进了宫。我们兄弟俩为王爷的千秋伟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啊！这棋就要下到快将军的时候了。所以，王爷放纵小爷，他要做什么，都不要拦着，但是切记，一定要盯紧他。王爷是要顺藤摸瓜。皇上钦定的钦犯被劫了狱，赵氏妃定然会下令满城搜捕，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官职，甚至保住他的性命。至于琛儿嘛，也要把那位赵府的赵二爷藏好，不然的话，岂不前功尽弃吗？那个地方，正是王爷要找的地方。血浓于水啊，只有有亲人的地方才会安全。本王也同样存着一份妄想，或许能触摸到我亲生琛儿的一点线索。圣旨下，赵石妃接旨。臣恭临圣谕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赵家已然查抄，罪犯业已伏法，然赵家隐匿之罪产仍不足查缴之数。赵石妃因此奏臣：金陵赵家老宅尚存宅地庄园，应一并查抄，以偿其罪。今朕诏谕，赵府等在赵狱待罪主犯，一律流放北陲，以昭国法。赵石妃为朕钦差大臣，迅即南下金陵，查抄赵家老宅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惊堂大人又要发一笔大财了，要带着莲二奶奶一起南下，要查清金陵老宅那边的财产，没他不成。可是皇上要流放赵家人，这很好啊，赵家的人都给流放了，惊堂大人要娶进门的那位林姑娘，从此再没了念想，到底会如了大人的愿呐。我也是最近才终于明白了。我这个女弟子啊，她与那赵府的小主子竟是一对生死冤家。不管是否婚嫁，却是要终生厮守了。你认为我为何一定要杀赵宝琴？他只要活着，萍萍就永远不会到我身边来。他不就要给流放了吗？他会跟他一起流放？不会吧？那个赵宝琴坐牢，啊，萍萍就在赵狱的大门外搭建草庐，在那儿守着。这赵宝琴若是被流放，他若是不跟他一块儿走，走到那流放之地，再搭个草庐守着他，
我就把我自个儿的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不敢，不敢。我自从进入官场，到处都是索取，时时都有所得，哪个敢拒绝本京堂？唯独这一次，我对平平百般关照，甚至百依百顺。你都看到了，我对他是只有奉献，毫无索取啊。可我得到了什么？一直到今天，我什么都没得到，我岂能甘心？大人对林姑娘确实至今尚无索取。大人是要日后索取，要把林姑娘整个给独吞了，所以大人才不允许任何人染指。住口！本京堂既已付出，自然就要回报。哪个敢跟我抢行事，我就让他死。昨晚是你救了他，可今晚我再不能见他。你今晚是不能见他，因为今晚必须要把他救出来。即使再不能见他，又何必救他？我跟着他去了，那便永远跟他在一起了。胡说，人总得活着，你那念想才能有个盼头。今晚陈贝勒爷把秦二爷救出来，你还是不能跟他在一起。齐姐姐，我的心事别个不明白，你总应该明白。我和宝琴近在咫尺，倒好像远在天涯。我这心里边如何能不想？好好好，你想什么我不拦着你，也拦不住。不过你什么时候能跟他在一起，得看把他救出来以后，这京城里是个什么样的情形。你说什么？搞半天我说了这么多，你一句都没在听啊。一时到，报平安。一时到，报平安。姑娘，你老师派来监视你的人可还都在外头？祁煜师傅也嘱咐过多回，你不能出去，更不能跟外面发生的事情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，就看看。不知道陈贝勒爷来了没有？他真能把宝琴救出来吗？哎呀！一时到。钥匙，好，跟我来，走。走。
贝勒爷，你看，在那儿。走。你是陈贝勒。钱二爷，走吧。哎，薛姐姐，叫声父亲大人，我们走了。爹爹，钱二爷，赵石飞要暗杀的人只有你一个。陈贝勒，你说什么？陈贝勒，你是来救我们的？是的，伯父大人。护长们，你看，有病人不方便，咱们还是走正门吧。好，走，来。小叶，外面没了爆更的声音。你说的没错，有点奇怪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都别慌，有人劫狱，拦住他们！跟我上！走！上！外面有人！你们护送钱二爷他们退回去！快走！金堂大人，本经堂的那位女弟子，她在吗？在里面，我们眼都不敢眨一下。好，是。给我看好了。哎呀，别打了，陈贝勒，你看这又死人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赵石飞这条狗设了个圈套，他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。保护好钱二爷、钱二奶奶，从房上走。钱二爷，使点劲，走！钱二奶奶，使点劲，走！抱歉，薛姐姐，抱歉。弓箭手准备。傅老爷，使点劲，走！放！父亲，父亲，瞄准房顶，预备，放！当心！薛姐姐，薛姐姐，抱歉，你要当心，别让我不放心。你别走，薛姐姐，薛姐姐，薛姐姐。薛姐姐，二爷，快走吧！二爷，走吧，二爷。
大人，就是从那儿跑的。京师重地，大理诏狱，亡命之徒，劫持人犯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本京堂敕令，全城戒严，务必将讨犯缉捕归案。是。老爷，王爷，越狱成功了。赵府的钱二爷被救出来了，不过赵府赵老爷还有钱二奶奶，他们都没能活着出来。陈二如今在哪儿？还没有发现行踪。他还会露面。他不知我已经疑心他的身份，可咱们发现的还是太晚了。他藏得很深呢。皇上让他冒充儿子这招棋，还真是一招险棋呀！我是万万也没有想到。当年我们父子离散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少年。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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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！阿妈，阿妈。可这次再重逢，他已然是现在这副样子了。除了小爷的长相之外，其他方面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呀。这些年他当我的儿子，还算孝敬，办起事儿来，大事小事也还说得过去。若不是他这几天屡屡进宫去见皇上，我还真没怀疑到他。不知他这次离去，是否还会回来呀？我倒是希望我那亲生的琛儿能回来，哪怕只见上一面也好啊。咱们啊，跟着这个假的，或许就能见到真的。这几日我一直在想，也许我的琛儿还没死，或许始终被弘历深藏在宫里，也许……不会吧？这么多年了，奴才的兄弟来福始终待在宫里，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这是天大的秘密，皇上不可能让第二个人知道。倘若有第二个人知道的话，那这个人只能是贤德妃。他？贤德妃没被处死吧？没有啊。告诉来福，找个机会问问贤德妃。王爷，这有点太冒险了。只要能找到我的亲生儿子，冒点险也值得。这……林姑娘受惊了，京堂大人亲自前来慰藉林姑娘。多谢你家京堂大人，我家姑娘已经歇下了。萍萍，萍萍，嗨，我来看你，也是要把秦二爷的情形告知于你。老师请进。
哎呀，好啊好啊，萍萍啊，你的学识越发精进了。老师，秦二爷他究竟如何了？好，好，这诗写的真是好啊。老师，你放心，他已经逃出去了。他逃了？被人给救出去了。而且老师我还知道，是哪个胆敢如此蔑视王法，哼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多谢老师，多谢老师。你就那么高兴吗？请老师谅解弟子。谅解，谅解，我当然谅解。对你来说，这是个好消息。还有一个消息，也许更加好一些。秦二爷逃了，秦二奶奶她死了。什么？这个消息，恐怕是比秦二爷逃了让你更高兴吧？怎么？你不高兴吗？那我恩师的死呢？你也不高兴吗？这不可能啊！难道不是秦二奶奶占据了本该是你的位子吗？难道你的秦二爷迎娶那秦二奶奶，不是遵奉他父母之命？如今秦二奶奶死了，秦二奶奶的公公也死了，可秦二爷还活着，你等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？他们都死了，你的机会就来了，你在这里守着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但是老师，我也得告诉你另外一种结果。你的秦二爷是逃了，可他却再也不能露面了，因为他已经是朝廷的通缉要犯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逃不掉的，他必死无疑。而且你绝不会再见到他。所以萍萍啊，你最好还是听老师的话，别再想着那些毫无希望的事情了啊！你对秦二爷的情分就到此为止吧，那是个梦想，它应该破灭了。老师，学生求你。哎，别跟老师说这个求字啊！你要老师做什么，老师全都会应承的。无论如何，老爷是学生的舅舅，秦二奶奶生前与学生亲如姐妹，请老师恩准学生为他们收尸。收尸？请老师恩准。哎，起来啊！哎呀，按说嘛，这死了的有你的舅舅，也是老师我的恩师。你知道老师我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可如今老师我的身份却不便为我恩师入殓，所以萍萍，你能为他们收尸入殓，老师我还得感激你呢。多谢老师。可如今赵府已被查抄，你又能把他们的灵柩停放在哪里呢？赵府有家族寺庙，族人往生都是先停灵在铁槛寺。哎呦，铁槛寺，家族寺庙，你说老师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若在以往，铁槛寺不过是暂停灵柩之所，日后
总要由家人扶柩南下，安葬于金陵老寨墓园，落叶归根。可如今，怕是不能了。若宝亲连面都不能露的话，那也就只有我是他们最亲的亲人，或者就安葬在家族寺庙后的墓地，也未可知。哎，是啊是啊，亏着他们还有你这个亲人啊。你放心，你要做什么，老师我一定尽量满足你。老师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把这些事情料理之后，你可不许再伤心了。啊，有老师在你身边，你的好日子还长久着呢。你应该懂老师这片心呐。京堂大人果真要帮林姑娘料理后事？只要灵柩停驻在铁槛寺，赵宝琴便一定会悄悄前去祭奠。原来大人是要让灵柩成为吊饵。请君入瓮。皇上，起来，起来！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我兄弟单独在一起，不必这么多礼。哎，皇兄，这大冷天的，你怎么待在这里啊？在这儿，可以头脑清醒。哦。哎，皇兄，刚才出去的那个人，刚才，哦，他是宫监总管，监管慎刑司。叫来福，怎么了？来福，方才我乍一见他，他好像是王府里的一个人。谁？就是李亲王府的大管家，他们像极了。哼，甭管他像哪个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劫了朕的诏狱！哎，我说皇兄啊。你的诏狱冤枉了我的把兄弟，那就是冤狱啊！我呢，去劫了狱，就等于说是帮着皇兄为受冤屈的人呐平反昭雪。朕用不着你这么帮朕。皇兄啊，我还要向你讨一道密旨，你任命我为长江巡按使，钦差大臣也可以，只要是在我下江南的时候。可以调动官府的资源就行了。哼，你又要下江南？皇兄，我娶了媳妇儿都1年多了，这天天见的都是假阿玛，我总得带着媳妇儿回去见见亲爹亲娘吧。哎，朕又何尝不想念2位老人家？朕也想回海宁啊。你是皇上，你就别想了。我这皇兄是天下第1大忙人，那么皇上的心意呢？我会为你带到的。若兰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可你知道，事情就要结束了。我知道。可是这件事情的结果，就不能比皇兄心里头预想的那个结果更好一些吗？朕的莲儿若是没死，一切都还有可能。可朕的莲儿死了，可是李亲王的亲生儿子琛儿也死了。不，他没死。生离死别还不是一样？不一样。若兰，你是不是跟他相处的时间太久了？
培养出感情来。皇兄，你说呢？朕不允许。你能管天管地，还能管得了人心吗？朕是皇上，什么都管得了。皇兄，这是我的藏身之处，你的密诏送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朕劝你，还是先不要离开京城。我不会离开太久，更不会耽误你的事情。吾皇万岁！若兰，朕的好兄弟，你要好好保重，千万不要让朕为你担心。知道，放心吧。又进宫了。是啊，王爷，来福说，还是秘密召见，并且让大内总管守着东暖阁的门，里边说什么事情，谁也听不到啊。说什么事情不重要，不重要。看来，这位小爷他是皇上亲派，迁到我们王府来卧底的，这个事儿已确定无疑啊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啊，他能在我王府待下来，完全是因为我思子心切，太感情用事了。这好在是王爷当年未雨绸缪，运筹帷幄呀。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算计过他呀？怎么会呀？他派卧底，咱们不也有安排吗？而且还一时一虚，咱们可有两手呢。你敢担保他们的人就剩这一个吗？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发现。我很是佩服他呀。琛儿还会回来吗？王爷的意思，奴才已经通告来福了，他日后会在宫里头留意小爷的踪迹的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？我说的是在我身边这么多年的这个琛儿。他呀，这怕是先回不来了。哎，不过王爷已经怀疑他的身份这个事儿，他怕是还不知道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王爷是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我知道他是皇上派到我身边的卧底，我不恨他，我失落，我很失落。